结束了我们在1楼书院非常风雅的一个台南时书节的活动，我们也喝了茶，吃了甜点，赏了音乐，听了诗之后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到了台南精英酒店更有趣的地方，那就是噔噔噔精英小学堂。嘿，李总啊，是这个小学堂设计真的很有趣耶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呢？当然喽，来到府城的话，我们府城最有特色的全台首学，康熙时候的台大。那我们把很多的元素都放在这个小学堂里面。哦，的空珠没有搬来这个地方就对了哈。OK， 那空中别细汉读册，其实我们要学礼乐射御书数，所以我们用这些元素呢，设计了很多的游戏。也就是把古代的6艺变成游戏，让他们从做中学，是的，这是一个很寓教于乐的一个很好的活动。那也就是来到这里的朋友，他们不止可来这边旅行台南，认识台南，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台南的人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哈，在这里面他这样讲：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真的，你来这边，你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完善的旅程中，当然不能少了来到精英的小学堂。没错，那我们每一年暑假，我们都会设计所谓的进英的进京赶考的游戏。哇塞，那就真的让小朋友复习一下。我的是在台南这文林，我为了赶考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要赶考，一定要进小学堂，赶快看一看。来，我们这边请。好，谢谢。哇，真的好像来到那种人之初性本善，摇头晃脑，小朋友学3字经的地方了。哎，小朋友呀，你们好，好可爱哟！你看看，嗨，总经理阿姨好。哎，他们穿的这么可爱的一套衣服，是你们特别设计的吗？对，我们特别设计的孔子服。哦，原来真是有学问。哎，那这里呢，好像这个很特别哈，你们有分了几个？这个是我们是结合了东方的文化，还有西方的治愈，所以我们会设计很多这个游戏。都是有考虑到，对，所以难怪这里是精英学府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精英学府呢，来办这个接轨国际的史书节活动是最好的了。那所以呢，我想李总好特别哦，你看小朋友迫不及待的很喜欢这个，是我们为这个史书节而做的甜点吗？对，特别设计的，它不是很简单的一般的饼干而已哦，真的是有玄机的，真的哦？怎么说呢？它都是每一块饼干都是一本书哦。对，哇，就是这本书嘛，对不对？蝴蝶朵朵哦，对。我们在这次呢，在台南的史书节，我们特别选了非常令人尊敬的台南的绘本作家信佳慧老师，因为事实上他也带了一个葫芦巷的一个读册会，鼓励大家一定要阅读。哎，小朋友，这一本书有谁读过呢？举手。哇，好棒哦！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呀？蝴蝶朵。哇，那你知道吗？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个小朋友叫朵朵，对不对？朵朵他很开心的就会像蝴蝶一样，怎样呢？飞呀飞呀，怎么飞呀？飞我看看。哦，真的呢，像小天使一样这样飞。所以呢，他其实是用了很多的爱情来写给小朋友的一个绘本。哎，可是因为他呢在台南尽力做了这么多绘画的一个本子，那也启迪了很多人对小孩的一种关心跟替儿童发声之后，所以因此大家就把这个蝴蝶朵朵当作台南的绘本作家的代表。那有人听过蝴蝶朵朵也是一首歌吗？有听过的举手。嘿，真的呀？那我请2位阿姨来唱，看看是不是你听过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呢就请这个莫歌音乐工作室的吴佩佳老师，还有梅琴老师。哦，真的呀，我们请他来唱一首《蝴蝶朵朵》给大家听。哎，你们很喜欢这个饼干哦，在听这蝴蝶朵朵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一边吃你们喜欢吃的饼干喽。开动喽！微风轻轻吹，吹拂过花园。秋千上的孩子像只蝴蝶展翅飞，花儿吐新蕊，春光正明媚。你用纯真编织世间美好的一切。
吞噬了你的笑颜，侵蚀着拥抱生命的残缺，打开心扉就会看见。蝴蝶朵朵飞呀飞，飞出梦中的深渊。别害怕黑夜，我就在你身边，让我抹去你的泪，幻化作繁星点点。蝴蝶朵朵飞呀飞，带走昨日的伤悲，彩虹的两端系着爱和思念，花开朵朵的季节，乘着我的祝福往前飞。我会记得你的美，守护爱的微光，永不熄灭。我想听了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，大家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有《蝴蝶朵朵》这首歌呢？这首歌其实是吴佩嘉老师所做的，我就很好奇，想问一下佩嘉，当时怎么会想到为信教会老师做这首歌？因为我自己有2个小孩，我也是个2宝妈。那信教会老师一直致力于推动儿童阅读，对，那我也一直很尊敬他。那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这个阶段，一直在跟死神巴赫赛跑要宣导这个《蝴蝶朵朵》这本绘本。那我一直很感动，也很心疼。那有一天忽然间脑海里面就跑出了《蝴蝶朵朵飞呀飞》这个旋律。第2天、第3天，我就决定，好，那我也要写这首歌。我又改编了《蝴蝶朵朵》这本书的内容，然后一方面写这个故事，然后一方面也想要跟新佳慧老师致敬。对，我觉得其实用音乐，还有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，其实有很深刻的一个意涵，是因为信教会老师讲过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难免都会受到伤痛，可是让我们的孩子在伤痛中走出来，给他们希望，给他们光，是作为一个今天创作者很好的责任。在台南办史书节，书是一个温暖的象征，书也是一个生命中很甜蜜的礼物。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史书节以及这个史书节所有的活动，也告诉各位，在你生命中拿起一本这样的书，带入生命中美好的旋律。每年的4月1号，用这样的甜蜜的品食，用这样阅读的一个美好的感受，我们一起来接轨国际史书节吧。谢谢各位今天的观赏。